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讲约瑟的第四领衫。咱有讲到约瑟生命中间有四领影响伊的衫。咱顶回咱有讲到伊有四领衫。第一领衫是即个彩色的衫，这是伊老爸因为特别疼约瑟所做互伊的，但是也因为安尼引起伊的大兄的怨妒来陷害。所以，咱伫第一讲的时候，咱有讲到是家庭中间，安怎用好的教育来养饲咱的囝儿。第二领衫是伊被即个波提法的太太脱去即个外衫，就是咱有分享到人拄着引诱的时阵，要安怎去面对。第三领衫是伊被陷害了，关入家牢所穿犯人的衫。咱有分享到，咱伫人生中间拄着患难困苦的事，要安怎去面对？今日咱要来看伊第四领衫，就是伊穿真水彩上的衫。那么对这个来学习一个真重要的功课。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圣经中间的无同款的人物，互阮真济真重要的信息，就是透过因的生命中间好的所在，阮来学习，互家己拿来拿好；伫无好的所在，互阮警醒家己，毋通甲因相反。主啊，阮即时要拍开阮的心，求你帮助阮，互阮伫领受你的话的过程中间无任何阻碍。求主也赏赐丰盛的信心甲听心，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边有讲到约瑟伫家牢内底的代志。接下来故事是安尼，约瑟伫做坐家的时阵，因为上帝甲伊三甲之地，所以表现了真好，受家真来重用。伫甲伊关家的人中间，有一个是叫做州政长，就是过去咧服侍王咧替王倒酒的一个官员。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要伫王的身躯边替伊倒酒，这是爱王会当真信任伊的人。但是因为伊犯了一个错误，被关伫即个家牢。约瑟帮助伊解梦，伊就该做一个梦。约瑟来解梦，而且来讲你无偌久了，就受讨棒，会向恢复官职。伊嘛拜托即个州政长，讲你当你互恢复官职了，请你毋通袂记起我。结果无想到，州政长一恢复官职了，竟然袂记起约瑟。但是咱知影，这故事发展到后来，发到做一寡无法度解的梦。州政长就想着讲，伫家牢内底有一个约瑟，会当替人解梦，伊就法老来推荐约瑟，所以约瑟就有机会来帮助这个法老。法老发觉讲，约瑟真有聪明智慧，有能力，有上帝甲伊同在。所以就互约瑟来担任宰相，所以约瑟就穿了伊生命中间的第四领真重要的衫，就是宰相的衫。伊成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的首相。但是伊当时嘛面对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就是下面的考验。咱拢知影约瑟的故事中间，咱讲，因为伊的大兄怨妒伊，所以将伊卖到埃及。后来因为波提法的太太来侮辱，所以伊才被关入家牢内底。所以伊即摆成做宰相，伊是有能力的，伊有真大的权力，所以伊即个时阵伊有能力去对这个歹款待伊的人来报仇。但总是咱知影，约瑟不但无报仇，反倒当下面过去歹款待伊的人，特别是伊的兄弟。为什么约瑟会当下面伊的兄弟？
这是咱今仔日要学习的功课。咱要对约瑟生命中间有4个真重要的特质来学习宽赦别人的功课。第一项吼，咱了解约瑟之所以会当原谅伊的兄弟，真重要的就是伊对头到尾拢明白，上帝伫一切代志顶面掌权。约瑟知影，上帝是至权的上帝，伊有完全的主权。伊嘛相信上帝伫一切代志顶面掌权。无论咱人生中间拄着顺境逆境，上帝拢有伊的计划，而且上帝对咱的旨意是美好的。所以整个过程中间，伊拢相信上帝有一个真美好的计划，所以伊爱顺探这个计划。伫圣经中间，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教示，就是咱爱看出世间每一件代志。伫每一件代志中间，咱所信仰主爱的上帝，拢咧掌权。所以约瑟看清楚这点，所以当伊甲伊10个兄哥相认的时阵，伊心内毋是要报仇，反倒当伊用主爱的话语安慰伊的兄哥。咱看起着伫人情上，咱拢想讲，即马约瑟有能力啊，绝对会当报仇。伊大兄嘛安尼想吼，所以伊对因大兄表明家己的身份的时阵，圣经中间讲，伊的大兄拢戆影，拢非常着惊。啊，惊讲啊，这个小弟吼，今仔出来了，搁做宰相，可能会来报复我。但是约瑟无报仇，反倒当用慈爱的话语来安慰伊的大兄。伊安尼讲，你毋通为着这件代志来烦恼、来自责。上帝为着保存大家的性命，亲自找我先来到这。伊伫这个过程中间看起着上帝奥妙的计划。伊讲，毋是恁找我来哦，是上帝找我来。伊互我真做王的最悬的官员，做埃及的首相，治理全国。所以，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为着要保全咱这个家族。所以，咱看起着约瑟无对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代志，是对上帝不变的旨意来看这件代志。伊虽然知，伊心中嘛真清楚，过去是伊的大兄想要害伊，将伊卖掉。但是约瑟更加相信，是上帝利用伊的兄弟迄种歹的心意，先找伊来到埃及。为着保全这个家族的性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对这来看起着，伫咱的人生中间，无论对着什么款的遭遇，拢爱明白上帝伫万事顶面掌权。咱看起着圣经中间有一句话，这句话咱爱记伫咱的心中。伊讲咱知上帝互万事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就是依照伊家己旨意。呼召的人拢得到利益。上帝伫每一件代志顶面拢有伊的旨意，为着要互每一个听上帝的人得到好处。亲爱兄弟姊妹，咱即摆大部分人拢带即个喙暗，互咱知影咱拄着一个真严苛的代志，就是即个有即个武汉肺炎即个疫情的传播但是咱相信。上帝伫这个过程中间，有伊的计划，有伊的旨意，而且伊伫这个顶面掌权，所以咱毋免惊吓咱只要伫这个过程中间，咱去反省，咱过去敢有真侪代志去疏忽着，咱认为敢有过头想要强调家己的能力，无愿意顺服伫上帝的心意。咱这个过程中间咱照咱来反省咱人安怎去管理咱家己的卫生，互咱本身得到平安，也互别人得到祝福。所以咱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讲上帝伫这逐项代志顶面掌权，咱心中就有平安。因为上帝伫咱这逐项代志顶面掌权，所以咱对上帝的掌权爱有一个回应。就是第二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咱爱顺服上帝的计划。既然咱知影上帝伫一切代志顶面掌权，咱就爱顺服上帝的计划。对约瑟的故事中间，咱明白人如果顺服上帝的计划，就会去体验着上帝带领的平安甲美好的祝福。
咱看见约瑟是比伊的兄哥出卖到埃及做奴才。伊的兄哥原本的心意是想要将伊害死。后来虽然因无害死伊，却将伊卖去埃及做奴才。其实咱来理解，这比害死伊更较痛苦，因为当时阵做人的奴才真有可能马上就去互伊主人折磨到死。但是上帝却是伫约瑟的身躯顶有美好之意，要透过伊来做一个拯救的器具。咱看见着伫创世纪50章的20节，约瑟安尼讲：上帝却派最好，为着要保全真侪人的性命。所以约瑟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信用告别，因为伊有真好对上帝的信心。伊一世人的日子拢顺服伫上帝带领甲安排，而且无论做什么款的角色，伊都扮演好的角色。咱嘛爱安尼去学习，顺服伫上帝的计划来得到平安，这是互咱生活、咱的生命得到福气的方式。咱看见着约瑟，伊无论做人的奴才，伊就尽力扮演好的角色；伊做家落内底的犯人，伊就扮演好的角色；伊做宰相，伊嘛扮演好的角色。伊的人生就是安尼，顺服上帝替伊安排，尽伊家己的气力。咱嘛应该爱安尼学习。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伫约瑟的生命中间上界互人感动的，就是在伫约瑟会当赦免伊的兄弟。约瑟虽然有能力去报仇，但是伊无安尼做，因为伊会晓一项代志，叫做赦免的功课。赦免对着的功课，其实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要安怎做？牧师要甲大家用一段时间甲大家分享。当然，我分享的时间嘛无真济啦，因为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虽然将这原则来记掉的，然后咱伫生命中间尽力去操练咱家己，互咱真正会当学晓这个真重要的功课。咱首先要对约瑟伊替因两个囝的号名来学习。咱过去捌有牧师捌甲大家分享，当迄个时代甚至即个时代嘛相共，一个人在伊的囝号名除了代表对这个囡仔的一个期待以外，也代表对当时家己一种心境的回应。圣经中间讲，约瑟有生两个囝，伊将这两个囝拢号一个特殊的名咱看见这段圣经伊讲伫这个饥荒还未来进前，约瑟的某阿西娜来生两个囝。伊生大囝的时阵伊有一个期待伊讲期待上帝，互我袂记即所有的苦难，甲对故乡的怀念。所以伊把这大囝来号做马拉西。马拉西的意思是啥？袂记即。讲期待上帝，你互我袂记即。后来佫生第二个囝。第二个囝号做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是欢盛，欢迎，昌盛。所以伊佫讲，上帝互我伫困苦的所在欢迎起来，所以伊在伊第二个囝号做以法莲。伫号这两个囝的名中间，咱嘛会当来学习。第一项，咱来看宽赦会当互苦难会当得到消除。牧师感觉约瑟咧替这个囝号名的时阵其实代表伊对人生的一个期待。所以伊第一个期待，伊是主观认为讲，我毋望我的苦难会当，互我袂记尽。马拉西的意思就是袂记尽，伊期待上帝互伊袂记尽所有的苦难，甲对故乡的怀念。但是咱要知影，如果若无赦免，若无宽赦，伊永远无可能袂记尽。伊主观认为讲，我毋望袂记尽，但是其实咱拢知影，伊记条条嘛。所以看到伊10个兄弟，10个大兄来到伊面前的时阵，伊马上就认得出因啊。伊嘛知影，咱对伊甲伊大兄的对话中间，咱知影过去伊安怎歹款待伊嘛拢记的。伊无袂记尽，伊拢记牢伫心中。
只是后来透过有这个机会通赦免，伊才会通消除过去所累积的苦难。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咱毋通当一个人受伤害了，咱毋通讲啊，你著放互袂记一就好啊。有人认为疗伤就是放互袂记一，就是莫提起这个伤害的点。有人认为讲疗伤就是回避问题，大家拢莫提起，安尼就上完无代志。你著点点莫想就好。其实毋是安尼啦，咱去用歹款待，去用伤害，靠可能会袂记一。即款的疗伤无法度互受伤害的人得到逃亡。咱来理解，疗伤毋是放袂记一，是要去面对问题。知影伤害已经发生，已经造成，是事实。但是我家己无爱互即个伤害继续来控制我的人生。这伤害会一直互我感觉困扰，但是我无爱。对咱开始，我要透过赦免，互即个痛苦离开我。所以疗伤毋是袂记一，疗伤是一种选择，选择疗伤，互咱对即个痛苦中间得到逃亡，这才是疗伤真实的意思。所以有时伊虽然主观茫袂记一，但是后来伊知影，就透过疗伤，才当得到解决。第二项。咱看见着，当伊疗伤，伊的兄弟了，全家团圆，伊的性命就无共款啦。伊做宰相，虽然有真大的权力，但是性命的问题无解决，伊性命无法度翻身宽广。但总是当伊愿意赦免了，愿意宽赦了，伊性命变作宽广繁盛。这个是疗伤所带来的效果，所以咱会当理解，疗伤其实对咱本身有真大真大的利益。咱常常认为讲咱若疗伤伊，是对伊较好。其实疗伤伊就是人讲赦免别人，就是放过自己。下面别人的过程中间，你会当得到正面的效果。虽然咱知影呢，但是咱嘛知影。要赦免别人是真困难的代志，因为这是甲咱的罪行来抵抗。所以第四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安怎去疗伤别人，安怎去疗伤别人。咱来理解，咱拢毋是完全人，咱拢是软弱的人。伫圣经中间，约瑟其实圣经中间除了耶稣以外，约瑟是一个人性好的人的代表，所以是非常完全。所以看起伊要赦免别人，可能真简单，但是对咱来讲是真困难的代志。所以咱来去面对，咱来去设法帮助咱安怎去疗伤别人。因为咱来理解疗伤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如果若是简单，咱就毋免开真侪时间来讲。那真简单就当达到，耶稣嘛毋免伫伊教训中间一再提醒咱来疗伤咱的对tượng。所以咱来理解这点，就是讲，要疗伤别人，可能家己的力量是真困难的，一定要靠上帝、靠圣神的开力，咱才会当达到。只有靠耶稣基督迄种无条件的疼来医治咱才有可能去疗伤别人。所以牧师要提供几个圣经的原则，咱一步一步来学习安怎去疗伤。牧师这时阵爱请大家你生命中间可能有一寡人过去歹款待你，伊可能用言语、用伊的行为来糟蹋你，互你感觉真艰苦。如果你若有即款的经验牧师提供这5项原则咱一步一步来学习，咱一步一步来学习。第一项，就是咱爱明白的讲，无疗伤人其实是一种罪啦。咱圣经中间耶稣的比如中间嘛，甲咱讲咱爱赦免别人的辜负，亲像上帝赦免辜负咱的人，辜负咱相款意思是讲其实咱欠上帝足济啦。上帝拢赦免咱为什么无要去赦免别人？这种无疗伤其实是一种捆绑咱的罪。所以咱来求上帝光照咱，
互咱的内心存在迄种无了解，还是假了解，拢会当显出来。咱求真理的神来帮助咱，互咱软弱的所在会当明白，互咱伫真理内底，咱看出家己敢是真正完完全全了解。有时阵咱来真实明白，咱家己因为无了解，已经得罪上帝，所以咱来对上帝认罪。圣经大咱讲，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的确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不义。所以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嘛爱求上帝来帮助咱，咱来求上帝伫这个破镜顶面来掌管罪主。咱来理解当一个人被伤害，如果若还未受医治的时阵咱就要求伊搁去面对伤害伊的人去疗谢这真困难呐，这嘛无合理。所以咱来求上帝先来医治咱，互咱的空喙会当复原。请咱来明白，耶稣基督会当医治咱的心，伊了解咱所有的软弱，明白咱的艰苦，求上帝来医治咱受伤的心，然后咱才会当进入第三步。第三步就是咱来求上帝用伊的仁爱，用伊的和平，用伊的喜乐，充满伫咱原本的被万分所占领的所在。当咱愿意了解对方的时阵如果你若心中要充满迄个万分你真正无法度去面对对方，所以你要求上帝将迄个疼充满你的生命。这耶稣有教咱一种真好的方法，要将迄个万分除去，将疼充满，就是你开始替对方祈祷，开始对对方，因为你无可能万分对方搁替伊祈祷嘛，所以你爱开始想讲，我若徛踮伫伊的立场我可能会安怎做？我可能会相款安尼做，所以开始替对方祈祷，开始来祝福。安尼渐渐你会被迄个上帝的疼所充满，原本的迄个万分的所在被除掉。这是第三项。第四项当咱做好头前三项了，咱就爱勇敢来做一个决定，就是咱要了谢。咱来安尼对上帝讲：主啊，我决定要了谢某某人，因为伊过去伫某一件代志顶对我的糟蹋，对我的冒犯，但是我愿意来了谢伊。所以，咱若做这个决定了，咱就能进入第五项。第五项就是求主祝福伊耶稣基督安尼对咱讲，只是我甲恁讲，爱听恁的对着，爱为迄个迫害恁的祈祷，爱祝福。有人会讲，这太困难了，要了解拢真困难啦，佮叫阮起来祝福。但是无需要大家讲，如果你能对第一步开始，一直做，这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毋是讲马上就几分钟内底就解决，这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迄个受主医治用疼充满你的心的时阵，这需要一段时间。如果你一步一步安尼做，到上尾一步有哪袂真困难？为什么爱去祝福对方？为什么爱去对方祈祷？因为会当祝福表示你已经用疼取代了万分，用祝福取代了咒诅。其实这五个步骤拢是一个重点，就是咱咧进行每一个步骤的时阵，拢是求上帝和耶稣基督迄种完全的疼，不断充满咱，和万分离开，和疼充满。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但总是只有通过安尼，咱心中的石头才会当放下，咱的生命才会当宽广，才会当繁盛。这是上帝要给咱的一个祝福，请咱做伙来学习，做伙来操练。这时阵，咱将咱的目睭起来，牧师要替咱来祈祷。如果这个时阵圣神感动你，知影你有缘有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代志无了解，求主来帮助你。
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用真理的心来光照阮，互阮明白，阮生命中间敢有对别人的无了解，求主赦免阮，也恳求主你亲自来医治阮。阮因为这款糟蹋、受伤害的过程中间，所累积迄种愤怒，会通离开阮，互迄个怨愤离开阮。用你丰盛的听来充满阮，主啊，帮助阮会当留下对方，互阮对这个怨愤的捆绑中间得到逃亡，互阮得到真实的自由。主啊，恳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